伫咧北部新店的碧潭，这个所在有引过真侪留落来建筑物甲文化景观。最近在地文书工作室也推出着文化导览，要带民众来看在地风景，也听在地故事。像讲咱新店阁有一个小草坑啦，有无？大草坑啦、鸟顺坑啦，吼，这个坑呢，指的都是山谷地形。 详细解说地名由来，这是地方文书团体暗坑文化工作室举办的导览活动。碧潭山河景色优美，唔但观光发达，丰富的水资源对济产业的发展嘛拢有帮助。对淡水河流域的开发做一个深入的探讨跟研究。那新店是比较偏远的地方。今天这个吴老师带的活动，我一直向往很久了。 咱今仔日这条路线是咱新店甲暗坑啦，拄好新店这边是泉州人，暗坑咱是咱漳州移民，所以咱遮的信仰啦，咱讲的信仰啦，文化啦，咱个语言啦，拢较无共款。台湾头一个私人游乐园碧潭幸福乐园，也佮有日本时代文山新社遗址即阵的空军工坊。 吴批为除了用文化资料讲解历史现场，本土语言的推广嘛是工作室的重要目标。我讲无共的迄个场域吼，一个产业啊、产业的无共的所在，来教因产业大家就讲咱会找迄个歌戏的老师啊，找做文史的老师啊，找咱在地的老师啊，古庙的庙公啊来教课安尼。 工作室今年也进行台语绘本的计划，要邀请老师参民众做会创作，来听生活中的台语安怎使用。详细活动信息会刊伫暗坑文化工作室的备注专页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新北市报道。